来看宜兰的消息，宜兰清水地热每到假日的时，拢真侪人去遐佚佗，去遐耍，去遐看。因为最近有民众发现讲，有人用这个鸟鼠笼啊，底鸡卵放入去煮，安尼恐惊产生毒素。其实园方嘛一直提醒讲，这因为水温较悬，包括塑胶啦、铁网啊、鱼网啊，拢总袂使用。呼吁民众爱发挥公德心，用竹笼来煮，安尼较袂害人害己。到假日，宜兰清水地热人真多，不过有民众翕到这款的画面。有一个男子摕这鸟鼠笼啊，地两要落去煮，这动作真多人看到，感觉真垃圾。啊，足垃圾啊！安尼足垃圾啊！哎呀，迄拢爱主动啊，迄个袂使的啊。我发现嘛，赶紧来阻止。有发现啊，我们是有进行劝导的。塑胶袋、捕蝶网、捞鱼网等塑胶制品。本园区已全面禁止使用。今民众疏忽，园方是一直咧公布宣导，因为这若是观感问题，嘛惊会食出问题。毕竟这个水温上过悬，恐惊涌出塑化剂甲毒素，所以包括塑胶类鱼网啊、铁网啊，这容易污染水源的容器，拢总袂使使用。其实为着民众的方便，边仔袂实在的店铺嘛有做这竹笼的服务，每一个押金200块，租金只需要20块。若是消费满60块，还阁会当免费借。所以提醒大家爱发挥公德心，咱为着要省小可钱，损害健康。